幼兒創意藝術展已經第22年啦。我哋相信藝術教育係奠定幼兒全人發展嘅基礎。今日係我哋嘅藝術展，我哋好開心啊！多謝姨姨叔叔嚟我哋嘅藝術展。今年我哋嘅主題係生活傳承、文化傳承。我哋鼓勵小朋友從體驗之中感受中華文化。小朋友繼續發揮你哋嘅創意啦！展覽入邊有啲小朋友可能會做一啲同屋企人一齊玩嘅一啲活動啦，例如一齊玩飛行棋啊。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可以俾小朋友佢自己抒發下，同屋企人玩嘅時候嗰種快樂同埋開心咯。今日更加成就佢哋嘅藝術展覽，我哋好希望今日嘅經驗能夠成為佢人生一個重要嘅里程碑。佢對藝術咧都充滿咗濃厚興趣啦，同埋自信心。今日行 catwalk 嘅時候咧，都見到佢成長咗好多。畢加索用咗4年嘅時間學習點樣好似小朋友咁樣畫畫。佢認為小朋友嘅靈性係藝術創作嘅養分。今年我哋畫展嘅主題係生活傳承、文化傳承。